月薪3000，在2016年的北京，大概只夠支付五環外一間合租屋的月租，或者擁持一個年輕人最基本的一日三餐與通勤開銷。那一年，肖戰剛從松江工商大學現代國際設計藝術學院畢業，手裏賺着一份設計師的工作，每天對着電腦屏幕修圖、改稿，偶爾在茶水間聽到同事討論某某選秀節目又推出了新人，他只是安靜地引完，然後回到工位繼續加班。沒有人會把這個穿着普通衛衣、背着雙肩包的社畜與日後內娛的頂流聯繫在一起。可命運的轉折往往就藏在這樣看似尋常的午後，一通來自浙江衛視《燃燒吧少年》節目組的電話，像一顆石子投進平靜的湖面。他猶豫了很久，因為這意味着要放棄已經穩定的設計師生涯，去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從頭開始。母親在電話裡嘆氣，父親沉默着抽完一整包煙，但他最終還是拖着行李箱去了杭州。那個行李箱裡還裝着幾本他最愛的設計畫冊，仿佛是為自己留的一條退路。彼時的內娛選秀市場已經被各類回鍋肉和專業練習生佔據，像他這樣素人出身、毫無唱跳基礎的跨界者，幾乎沒有人看好。就連節目組的編導在初次見面時都忍不住問他：你都24歲了，確定能吃得消嗎？他點點頭，眼神裡有一種設計師特有的專注，那種專注後來被粉絲解讀為堅韌，但其實最初只是不甘心自己的人生在24歲就一眼望到頭。從設計師到練習生，這道鴻溝遠比想象中更難以跨越。清晨6點的練習室裡，其他學運已經跟着節奏完成3組熱身動作，他旋在對着鏡子糾正自己僵硬的手臂擺動幅度。舞蹈老師的聲音從擴音器裡傳出來，帶着毫不掩飾的嚴厲：肖戰，你的動作像在畫卡圖紙，能不能有點律動感？全場的目光聚過來，他漲紅了臉，卻只能咬着嘴唇繼續重複同一個八拍，直到適合撞上地板發出沉悶的聲響。聲樂課更是噩夢，他不是科班出身，不配用氣聲，高音部分全靠嗓子硬喊，一堂課下來喉嚨就啞得說不出話，只能靠含片撐着。可讓人意外的是，這個看起嚟文弱的重姜男生身上有一種近乎偏執的俗勁。別的學運休息時玩手機，他戴着耳機反復引原唱，用不在歌詞本上密密麻麻標注換氣點。深夜11點練功房鎖門，他就借着走廊的應急燈光練習走位。保安大爺催了他3次，他笑着說再練5分鐘。結果那5分鐘常常延長到1個小時。這種努力在當時的選秀環境裡並不稀缺，真正讓導演組注意到他的是他總能從設計師的視覺給出意外的建議，比如舞台背景板的傾斜角度會影響觀眾視線，比如燈光色溫調到4500K 能讓皮膚顯得更自然。這些細節讓編導感慨：你確定自己不是來應聘舞美的嗎？他撓撓頭，露出標誌性的兔牙笑。那一刻沒人想到，這種跨界融合的師兄後來會成為他突圍的關鍵。燃燒吧少年的賽制殘酷而直接，每期淘汰一名選手。16進8的那場，他因為耳返故障在唱跳環節出現明顯失誤，排名跌至倒數第2。後台的鏡頭捕捉到他蹲在角落裡把臉埋進膝盒，肩膀微微發抖。可當工作人員帶嚟紙巾時，他抬起頭，眼睛通紅，卻硬撐着說沒事，我船能調整。那次危機反而成了他的轉折點。編舞老師根據他的身體條件重新編排動作，減少大框架的跳躍，增加手指細節和表情管理。他像鑽研設計圖一樣，把每個動作拆解成0.5秒的單元，對着鏡子練到肌肉形成記憶。總決賽那晚，他穿着一身白色西裝完成獨唱《野子》，聲音裡帶着練習留下的沙啞，卻意外契合了歌曲裡那種任風吹的倔強。當評委舒淇說出你讓我看到了一種不足於這個行業的乾淨時，台下的粉絲舉着燈牌的手在發抖。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從他設計師生涯的微博考古來的，覺得一個會畫畫的男生突然跳舞有種奇妙的反差感。最終他以 X9 少年團主唱身份出道，團聚的首張 EP 銷量平平，商演舞台有時只有幾百個座位，甚至有媒體寫稿嘲諷大齡愛豆花期不過3年。
他默默把這些報道剪下來貼在出租屋的牆上，旁邊貼着自己畫的分鏡草稿。那種設計師的規劃本能讓他開始思考，如果唱跳不是唯一的路，那怎麼才是屬於我的表達方式？2018年，內娛迎來了偶像元年的狂歡，無數選秀新人衝入市場。X9 少年團卻陷入資源斷層的尷尬境地，最友們陸續轉向綜藝和影視，他接到的通告大多是拼盤商演和雜誌納手拍攝。那時候他住在北京東五環的老小歐里，樓下早餐鋪的豆漿2塊錢一杯。他每天端着豆漿去擠地鐵，路過報刊亭，看到自己登上的雜誌封面被放在最底層，要彎腰才能抽出來。有導演找他演網劇男3號，片酬低到經紀人都不好意思開口，他卻連夜看完原著小說，在劇本空白處畫滿人物關係圖和情緒曲線。設計師的職業病讓他把每個角色都當作一個項目來運營，從微表情到台詞節奏，甚至服裝顏色的心理暗示都做了詳細筆記。那部叫《超星星學園》的劇如今看嚟充滿粗糙的網感，但他飾演的方天澤卻意外因為眼神有戲被一小部分觀眾記住。有網友在豆瓣評論：這個男演員好像不是科班出身，但眼裏有故事感。就是這句樸素的評價，讓他萌生了向演員轉型的念頭。他開始自費請表演老師，在橫店的出租屋里對着空氣演獨角戲，鄰居以為是神經病，差點報警。他連忙道歉後卻繼續關起門來練習，因為他知道25歲轉行做演員在行業內堪稱高齡，留給自己的試錯時間不多了。2019年的夏天終於陳情令，但終於肖戰的機遇卻來得驚心動魄。選角導演最初給他的定位是溫潤如玉的藍忘機，試鏡時他穿着白衣撫琴，製片人點頭說外形狹窄，可他主動提出想試試藝無線，那個性格跳脫、命運跌宕的二零老祖，所有人都覺得他瘋了。一個非科班出身，之前只演過小成本網劇的偶像，憑怎麼挑戰全劇最複雜的角色？他怎麼也沒解釋。回去後寫了300字的人物小傳，用設計師的私翁把藝無線的一生畫成時間軸，每個關鍵節點標注心理動因，甚至設計了一套專足的肢體語言。開心時眼睛先彎再笑，痛苦時右手潰不自覺地找咗袖口。這些細節後來被觀眾逐正分析，成為教科書級的表演設計。拍攝的4個多月裡，他經歷了高燒40度營吊威亞拍語戲，水柱砸在臉上睜不開眼，導演喊卡後他癱在泥地裡半天起不來，也經歷過連續1週每天只睡3小時，靠着咖啡和潤喉糖撐完大夜戲。有天凌晨收工，他坐在化妝間卸妝，看着鏡子裡因為過度疲勞而浮腫的臉，突然問經紀人：如果播出來大家不喜歡怎麼辦？經紀人沒回答，只是拍了拍他的肩。但命運在那一年格外慷慨，陳情令開播後播放量突破100億，他飾演的藝無線從自意少年到絕望黑化，每一個層次都精準擊中觀眾的心。那句管他熙熙攘攘陽關道，我偏要一條獨木橋走到黑的台詞，似乎成了他自身命運的印喻。那一年他登上微博年度人物榜首，商業代言從0飆升至20餘個，機場接機的粉絲擠碎了玻璃門。曾經月薪3000的設計師，一躍成為納娛斷層頂流。可爆紅帶嚟的不只有鮮花，船有足以將人吞噬的暗流。2020年的2月，一場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暴以遠超預期的烈度席捲而來，他代言的品牌被抵制，參演的影視作品被刷低分，甚至早年素人時期的言論被斷章取義後全網罰敲。那段時間他消失在了公眾視野裏，沒有發微博，沒有露面，只有工作室偶爾發布1、2條法律聲明，字裏行間透着謹慎與無奈。有人斷言他從此將一蹶不振，畢竟納娛因輿論坍塌的頂流前車之鑑太多，可他在沉默中做的事卻出乎所有人意料，沒有肉慘，沒有辯解，只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重新拿起畫筆，畫了整整一本速寫，內容衝幾何睇到人物肖像，最後一張畫的是破土而出的嫩芽。他在後來為數不多的採訪裏提到那段日子，用了一句設計師的老話：所有的留白都是為了更好的構圖。當輿論稍微平息，
他做的第一個決定不是接綜藝刷臉，而是進入話劇領域，出演賴聲川導演的《如夢之夢》中的5號病人。這個決定在行業內引起巨大爭議。話劇舞台意味着無法 NG、無法收音、無法靠剪輯美補演技。對於飽受爭議的流量明星來說，風險係數太高。可他堅持要演，理由樸素得讓人意外。我想試試站在沒有提詞器的舞台上，能不能靠自己的聲音和肢體撐足8個小時。話劇排練的那3個月是他演藝生涯最痛苦的蛻變期。每天清晨6點，他準時出現在上海上劇場的排練廳，跟着台詞老師逐字逐句糾正發音。從姜人固有的前後鼻音不分，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他把所有台詞用音標出來，貼在化妝鏡上，刷牙時都在默念。5號病人這個角色需要從青年演到中年，從健康演到病入膏肓，情緒跨度極大，有場戲要跪在地上反覆咳嗽。排練時他真嗨到乾嬲，賴聲川從導演椅上站起嚟說夠了，可以借位，他卻擺擺手要求再來一次，因為真實的生理反應騙不了觀眾。首演那天，台下坐着胡歌、李宇春等專業演員，他穿着病號服從側幕走出來，第一句台詞出口時，能感覺到自己指尖在發抖。可當演出進行到第3小時，他完全忘記了外界的眼光，沉浸在角色瀕死前的回溯裏，眼淚順着臉頰滑落時，他聽到台下有觀眾壓抑的啜泣聲。謝幕時，全場起立鼓掌長達10分鐘。胡歌在後台對他說：你在舞台上找到了演運的根。話劇的成功不僅為他贏回了專業口碑，更重要的是讓他驗證了自己的跨界邏輯。流量可以帶來關注，但只有實力才能流傳尊重。此後他的每一步都延續着這種跨界解題的師翁。別人忙着在古偶劇裏顧粉，他接下軍旅題材《王牌部隊》，為了演好軍人顧一野，提前2個月進入部隊體驗生活，和士兵同吃同住，進行高強度的體能訓練，從5公里越野到戰術袍白，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裂痂。他笑着跟戰友說：這比話切記圖累多了。但眼神裏的認真勁人和當年在練習室練舞時如出一轍。導演劉岩評價他有一種不足於流星的沉重感，意思是他的表演不是轉瞬即逝的漂亮，而是有扎根的土壤。緊接着他又挑戰了夢中的那片海裡的大院子弟俏春生。這個角色橫跨青年到中年，時代背景從計劃經濟過渡到改革開放。為了還原年代感，他翻遍了老北京的照片資料，甚至向父輩請教70年代年輕人的走路姿態和說話腔調。這2部劇的收視率和網播量都穩居年度前列，但比起數據，更讓業內意外的是他選劇本的路徑沒有重複藝無線的活潑人設，也沒有吃老本演同類先合，而是刻意選擇時代背景、人物性格、表演難度都完全不同的項目。這種自找苦吃的規劃，在追求短平快的內娛圈顯得格外異類。他的商業版圖抗仗同樣帶着鮮明的個人印記。當同級別明星爭闖高些成衣代言時，他選擇了國產運動品牌李寧，並且深度參與聯名款設計，把從江山城的線條感融入鞋面花紋。上市當天秒空，他代言某款酸奶時，親自構思廣告腳本，用動畫分鏡的形式呈現產品理念。廣告播出後，因為美術風格獨特而引發二創熱潮。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他作為設計師出道的身份始終未有被丟棄。2023年，他個人畫展限定的記憶在上海舉辦，展出的30餘幅作品涵合油畫、素描、數字繪畫，其中一幅名為《破戒》的抽象畫被拍育出8碼高戒，所得款項全部捐給鄉村美育項目。有媒體問他為什麼總在做不務正業的事，他歪着頭想了想說：可能因為設計教誨我，任何問題都有多種解法，當歌手、當演員、當畫家，都只是解法的不同呈現。這種跨界不是煎腸折紙的換票，而是每一次都投入專業級別的精力。他的工作室裏至今保留着畫架和色卡，收工後的深夜，他偶爾繪畫幾筆速寫，那種專注的神情和10年前在仲江出租屋裏畫設計圖時一模一樣。但真正讓肖戰路徑難以複製的是他對粉絲關係的獨特經營方式。
在流量明星普遍需要頻繁互動擁持熱度的年代，他保持着一種近乎清冷的距離感。微博很少發日常，不曬自拍不育萌，為數不多的更新要麼是工作宣傳，要麼是為社區事件發聲。曾有粉絲統計他一年發的原創微博不超過20條，且每條都經過反覆斟酌，沒有語病，沒有歧義，沒有模棱兩可的暗示。這種克制在飯圈文化裡顯得格格不入，卻反而構建起一種健康的粉絲生態。他的超話裡討論最多的是作品分析、繪畫臨摹和公益活動。2021年河南水災，他的粉絲團體在數小時內募集善款500餘萬元，而他本人通過工作室默默捐出100萬元，沒有發通稿，沒有晒證書，直到基金會公示名單才被外界知曉。他曾在一次雜誌專訪裡談到對粉絲的態度：我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一起成長，而不是誰依附誰。你們有自己的人生，我也有我的路要走，能在某個路口相遇就是很好的緣分。這種理性而平等的關係觀，讓他的粉絲群體呈現出難得的高黏性與高自制力。即便在他輿論最低谷的時期，核心粉絲流失率也遠低於同類明星。當然，質疑聲從未停止過。有人批評他的演技始終帶有舞台腔，認為話劇表演的誇張痕跡沒有完全收斂到影視鏡頭裡。有人嘲諷他的跨界是人設包裝，設計背景不過是經紀公司營銷的噱頭。更專業的影評人指出，他在情緒爆發戲中偶爾會出現控制不足的問題，比如夢中的那片海裡那場兄弟血烈的哭戲，鼻子鼻涕眼淚糊一臉，缺乏美感。面對這些批評，他沒有像其他明星那樣買通稿控評，而是在下一次拍攝中悄悄調整。在《驕陽伴我》裡飾演設計師盛陽時，他特意減弱了外放的情緒表達，改用眼神和手指細節傳遞焦慮與心動。製片人透露，他在片場經常回看監視器，對導演說：剛才那個鏡頭能不能再拍一版？我覺得左眼的情緒沒給夠。這種把批評當作用戶反饋的私擁，正是設計師職業留給他的隱形財富。不把否定視為攻擊，而是看作優化產品的數據。同時，他也承認自己並非天賦型演員。我可能一輩子都達不到梁朝偉用眼神演戲的境界，但我會努力做到每部戲都比上一部更接近那個目標。回顧這條衝越新3000到內娛頂流的軌跡，最令人感慨的不是數據的飆升，而是每一次跨界背後那種清醒的自我認知。剛出道時，他明白唱跳不是強項，就拼命用舞台設計思維彌補身體協調性的不足。轉型演運後，發現台詞是短板，就自費請台詞老師跟早半年。遭遇輿論危機後，沒有沉溺於受害者情緒，而是選擇話劇舞台重塑根基。商業界直踏到頂峰時，沒有躺在輸的鈎，反而刻意選擇最難走的現實主義題材。這種缺雜麼補習麼的務實邏輯聽起來簡單，但在浮躁的內娛環境中做到極難，因為大多數明星在獲得流量後會選擇揚長避短，用宣發掩及短板，而他卻反其道而行之，把所有短板暴露在聚光燈下，然後再一錘一錘敲實。有次粉絲接機時喊他戰歌永遠順遂，他回頭笑着擺擺手說：不必永遠順遂，但要永遠清醒。這句話後來被做成燈牌出現在他每一場演唱會上，成了飯圈文化裡罕見的理性標語。與此同時，他的成長也折射出納娛生態的深層變遷。在他之前，頂級流量幾乎被韓國練習生體系的歸國人運和傳統科班演運壟斷，而他作為一個非典型樣本，證明了選秀偶像可以轉型為實力派演運、話劇演運，甚至具有社區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他的成功讓經紀公司開始重新審視素人跨界培養的可能性，也讓更多非科班出身的年輕人看到希望。但正如他多次在採訪中強調的，我的經歷不是成功學模板，因為每個人的路都要自己走。那些試圖複製肖戰模式的新人，往往只看到了爆紅的結果，卻忽略了他從24歲到30歲這6年裡近乎苦行僧般的持續積累，以及每一次選擇背後精準的風險評估。
他喜歡在採訪中引用設計師的功能決定形式理論，意思是所有外在的表現都要服務於內在的功能需求。當他想成為好演員時，就去話劇舞台打磨基本功；當他想拓寬表達邊界時，就去畫畫和設計；當他想傳達正向價值觀時，就用行動而非口號帶領粉絲做公益。這種高度的自洽，在分裂的娛樂圈裡極為罕見。站在2026年的節點回望，肖戰已經不再是那個會因為耳返故障而蹲在後台發抖的選秀新人，也不是那個被輿論風暴逼到沉默的爭議頂流。他主演的電影票房累計突破80億，話劇巡演場次超過200場，個人畫展在國內外辦了4輪，商業代言橫跨時尚、快消、科技、汽車等多元領域。但最有意思的是，他依然保持着設計師的作息習慣，凌晨2點睡，上午9點起，睡前必蘇畫半小時速寫。有次綜藝節目去他家拍攝，鏡頭掃到書架上整排的設計心理學、色彩構成、建築空間邏輯，主持人驚嘆：你還真看這些啊？他邊泡茶邊答：不然呢，我又不是演給誰看。那種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職業身份認同，讓觀眾突然意識到，所謂的跨界對他而言根本不是跨出去，而是把所有碎片化能力整合進同一個人格體系裡。設計是底層邏輯，表演是上層建築，繪畫是精神自留地，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而獨特的肖戰。然而，當我們將焦點從個體轉移到環境，佢發現肖戰路徑的不可否制性恰恰源於時代機遇的難以重現。2019年的國劇市場正在經歷衝 IP 流量向內容品質的轉型期，陳情令的成功既有製作精良的因素，也離不開彼時觀眾對新閃面孔的渴求，而這種窗口期在行業逐漸成熟的當下已越嚟越窄。更關鍵的是，他崛起時社交媒體尚處在流量紅利期，粉絲的造星能力達到頂峰。如今平台算法趨於保守，市場被割裂為無數細分圈層，再難有一個角色能引發全民級的討論。所以與其說他的路無人能複製，不如說納魚再難提供相同的土壤和氣候。每個時代都有屬於自己的幸運人，但幸運人之所以能走到最後，靠的絕不僅僅是運氣。有行業分析師做過數據模型，發現肖戰的粉絲流傳曲線呈現出罕見的 L 型，即爆發期後沒有急速下滑，而是緩慢平穩地沉澱。這源於他作品產出的穩定性和人格魅力的重心性，而這兩者都需要時間與閱歷的積累，恰恰是流量工業體系裡最稀缺的要素。在最近一次話劇巡演的後台，有年輕演員問他：戰哥，你覺得跨界最重要的是什麼？他正拿着化妝擦給自己的眉毛保色，泯然讀了讀，鏡子裡的表情認真起來。最重要的是別把自己當回事，也別把別人的評價太當回事。你首先得是個完整的人，然後才是歌手、演員或者其他雜麼。這句話或乎是他所有選擇的最佳注腳。衝越新3000的設計師到內娛頂流，身份在變，收入在變，外界眼光在變，唯一沒變的是那種把自己當成作品來打磨的創作態度。他從不否認流量的重要性，因為那是他獲得話語權的入場券，但他也清醒地知道，流量如同顏料，只有掌控在懂構圖的人手中，才能畫出傳世的畫作，否則只會是一灘混亂的色彩。如今的他不再需要向誰證明什麼，因為時間已經把答案寫在了每一部作品、每一場演出、每一幅畫作裡。那些曾經質疑他跨界只是噱頭的聲音逐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葉納對他內娛獨一份的共識。站在更宏觀的視角來看，肖戰現象實際上是個體在劇烈變遷的時代中如何實現自我價值最大化的典型案例。他的成長路徑充滿了偶然性與必然性的交織，偶然在於那個改變命運的電話恰好在24歲那年響起，必然在於即便沒有那通電話，以他設計師時期的作品質量和加班強度來看，大概率也會在某個設計領域做到不菲的成績。所以與其說納魚造就了他，不如說他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了內娛的可能性。原來偶像可以不只是人設的集合體，船可以是擁有專業技能的創作者。原來流量可以不只是變現的工具，
船可以是推動優質內容觸達更多受眾的槓桿。原來粉絲與明星之間可以建立超越消費主義的理性連接，這些打破慣性認知的實踐，才是他留給行業最珍貴的遺產，而非那些被反腐渲染的千萬級轉發或天價代言。最後，當帷幕落下，舞台燈光漸暗，我們不妨以平和的姿態重新審視這位34歲的重姜男人。他依然攰在採訪中緊張到搓手指，依然攰因為一個高音沒唱好而在演唱會後發長文道歉，依然堅持親自手寫每一張節日賀卡給工作室同事。褪去頂流光環，他骨子裡全是那個攰在設計稿上反覆修改像素的完美主義者，只是他的畫布從電腦屏幕換成了銀幕、舞台和人生。他的故事激勵了許多在平凡崗位上懷取夢想的年輕人，但也提醒着我們，每個人的路終究要靠自己的雙腳去丈量。複製他人的軌跡，不如尋找自己的節奏。在這個信息爆炸、人設速扭的時代，肖戰用10年時間走出了屬於自己的坐標系。橫軸是不斷拓寬的能力邊界，種族是始終如一的價值吶喊。這個坐標系或許不夠完美，但足夠真實且自洽。理性地總結，肖戰的成功是一個複雜系統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個人稟賦與努力的納因，也有行業發展和時代機遇的外因。我們應當看到他在專業技能上的持續精進，在職業道德上的自我約束，在公眾影響上的謹慎負債。這些品質值得任何行業的從業者借鑑，同時也要意識到，內娛的造星機制和文化消費市場存在諸多非理性因素，過度的神化和妖魔化都無助於客觀認識一個公眾人物。粉絲的喜愛可以真誠，但不必狂熱；路人的觀望可以理性，但不必冷漠；批評的聲音可以尖銳，但不必惡毒。娛樂圈本就是社會情緒的一面鏡子，投射出我們對成功、對努力、對公平的複雜期待。肖戰作為鏡中的影像，承載了太多他個體本不必承載的討論。但願未來的輿論場能給予每個人更多善意和空間，讓藝術家可以安靜地創作，讓觀眾可以自由地選擇，讓每一次相遇都源於作品而非喧囂。畢竟，無論是月薪3000的平凡日子，全是聚光燈下的輝煌時刻。生活本身才是每個人最值得經營的作品。而肖戰用他的實踐告訴我們，真正的跨界不是跳來跳去地追逐風口，而是在任何領域都能保持初學者的熱忱與專業人士的嚴謹。這種態度本身就比任何複製粘貼的路徑都更有意義。吃瓜之餘，我們更該學會尊重個體差異，理解成長不易，在紛繁的娛樂訊息中保持自己的判斷力，既不盲目崇拜，也不無端貶損，讓討論回歸作品，讓關注聚焦價值，這或許才是健康娛樂生態該有的模樣。